韩硕，你可以出来了啊！韩硕，这。 谁？我韩硕啊！等一下啊！快点！等我一下。好了没有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跳窗进来，白洁跟子睿都不知道。这么晚来找我干什么？少城主，你没事吧？少城主，少城主，少城主！我刚才听到你房间里面有什么动静？有什么动静啊？没有什么动静。不是，我都听到。我说梦话呢，你再不走的话，我一定把你再不走，我记不起来我梦什么了。哎，那这样，你有什么事你叫我啊？你叫我啊！好好好。我已经跟韩硕表白了，也算是确定恋爱关系了吧？抱也抱了，亲也亲了，那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呢？下一步是不是进展有点快呀？我虽然是个现代人，也该稍微矜持一下吧。要是他晚上对我提出那种要求，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？这个时候拒绝他是不是有点作了呀？但如果我立刻答应了他，是不是太轻易了？我现在拒绝还来得及吗？韩硕，你可以出来了啊！韩硕。这。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嗯？我晚上怕你饿着，路过厨房，给你拿了点吃的。睡了。没事儿，好吃吗？那我走了。